这个大四月前后是一年当中上热的时阵，加载有雷公雨、西北雨、小可来调解一个热滚滚的天气。这个嘉义市昨暝就雷公4若变大雨。嘉义气象站讲，这是因为日时真热，暗时来降温，地势着对流旺盛，才会出现这种雷雨交加的天气。远远就看到闪电，有的时间连续10几秒。 对市区就当看到山边的闪电，嘉义市昨阴暗，天气无稳定，落大雨了后有闪电，雨直直落，部分的路段路边开始有小小积水的情形。好哩加在无落偌久，所以无淹水的状况。全台湾这几天中昼过了后，拢是这款的情形，主要是因为热对流。通常就是说我们太阳的热力作用很旺盛的时候，那加上水汽够的时候，就会有这个午后热对流。 中央气象局表示，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天气这几天拢做热的，西南风带来水汽，午后对流的发展，部分地区还阁有大雷雨的发生。出外嘛是爱早雨伞雨满，以防万一。